再来看北检侦办金华城案，早起是提醒台北市前副市长彭景新哦。另外，高本地律师团早嘛表示讲哦，高本地已经表示讲无要提出控告。台北市议员甘肃培是认为，高本地无要控告，就是无法度接受检验，烦恼讲伊的小铺会别空。穿着长枪的外套加底裤，穿拿白衬拖行入去地检署。台北地检署早起提讯在押的前台北市副市长皮正新，为了要调查被告的供词加汇款等疑点，皮正新是双手扣手铐，拢无表情。那这样有没有可能转污点证？你们有什么打算吗？现在都不方便透露啦，因为侦查不公开。前台北市长民众党主席郭文铁设立金华城案件被羁押禁见，有媒体报道，检验搜查关键的 USB 内面有2022年11月7日1500新庆经引起金流的怀疑。郭文铁伫咧催告委由律师正式委提控告。民进党的台北市市议员甘肃培认为，委提控告恐惊是担心会记载1500新庆经的神秘靠作被证实。柯文哲如果提了抗告，再阅卷，这个神秘的档案可能就要公诸于世。如果这个账册被揭露了，柯文哲民众党就整个崩解了哦，小草可能就再也不会被他们召唤出来了。简舒培议员有很多的臆测，我们没有办法针对他每个臆测来做回答。我想柯主席他有自己的想法，昨天也透过律师发表的声明说得很清楚。验过检验侦办金华城案件期间，所有媒体报道可能是侦查的内容，也和北检互人怀疑讲违反侦查无公开。北检伫咧催告表示，已经主动分他立案调查相关人员是不是有涉及到不法。做动作打假球，毫无期待可能性，连外面在随便乱放话的人都已经明确的讲，他的消息来源是北检，北检要自己查自己吗？北检也重申，绝对无泄露任何侦查的内容给特定媒体。也无接到媒体放话，或者是独立特定媒体，同时希望外界莫个乱猜测，和检察官单纯的办案空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